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对，今天呢是2024年最后一场的周六礼拜了。对，所以我们呢今天要大大的来赞美神，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神要听见我们的敬拜，好吗？我们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开你们口，我们来敬拜。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更有信心的来说，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和你左边的人说，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开你们口，我们来呼喊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是的，耶稣是生命，耶稣是是的，他照亮一切的黑暗。哈利路亚！他让我们明年更有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再次，耶稣是，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是的，主啊，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盼望，因为我们充满盼望，因为盼望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阿们吗？是的，其实我们未来的道路不管多长，我们都依然要仰望我们的神。求神给我们信心，求神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让我们持续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求神可以给我们，等一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进入神的敬拜里面。因为接下来这个时间就是你跟神面对面的时间。一个礼拜当中有多少时间跟神面对面的时间呢？就邀请大家，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开你们的口，将你们在今年所要跟神说的，透过敬拜来跟你们说话。我们一起来唱。不论前方路有多长，不要忘记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是我帮助，在光中陪伴我前行。我生命中每个难处，你以能力为我遮蔽，凭着信心
中经历我主。一起仰望耶稣，风雨中人站立，不耶稣脱去重担缠累，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再次从头来唱，不论前方，不论前方路有多长，不要忘记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是我帮助，在光中陪伴我前行。我生命中每个难处，你以能力为我遮蔽，凭着信心走进圣经，在荣耀中经历我主。一起仰望耶稣。一起仰望耶稣，风雨中人站立，不要惊慌，不靠势力，纵然跌倒也不放弃。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缠累，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一起仰望耶稣，是的，主啊，我们要来仰望风你。雨中无论我们在经历多少的风雨，主啊，你要依旧成为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不要惊慌，不靠势力，纵然跌倒也不放弃。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缠累，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缠累，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我生命中每个难处，你以能力为我遮蔽，凭着信心走进圣经，在荣耀中经历我主。在荣耀中，在荣耀中经历我主。再一次起起来，在荣耀。在荣耀中经历我主。
是的，主啊，在2024年，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你在生命当中，在今年有做出什么事情吗？上帝有开启什么样的话，或者是上帝有带领你走入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也许我们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但是很感谢神，我们仍然站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邀请大家，我们等一下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回顾我们2024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依然站在这里，依然跟随神。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hold住，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名，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hold住，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邀请大家，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做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你跟神在今年2024年，你想跟神说什么祷告？也许你想跟神说感谢，有可能你想向神诉说一些悔改。如果你也想向神诉说一些你的心情，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邀请大家，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你会想回顾这个2024年，想跟上帝说些什么话呢？开启大家的口，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跟上帝来说话，求上帝听见我们的祷告，听见我们的呼求，听见我们的感恩，听见我们的悔改。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开口，向神献上我们这2024年的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感谢你在这2024年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依靠。主啊，你要回顾，主啊，你要看到这个教会有不一样的事情产生。我们有新的牧者，我们的很多的小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的很多的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神啊，你依旧跟着我们。
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为一颗梦，因为你同在里，因为你同在里。我为一颗梦，我为一颗梦，一生跟随你。我为一颗梦，一生跟随你。我为一颗梦，我为一颗梦，因为你同在里，因为你同在里。我为一颗梦，我为一颗梦，一生跟随你。一生跟随你。我为一颗梦，因为你同在里。我为一颗梦，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对着主耶稣说：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主耶稣，你爱我，谢谢你在这一年当中的带领我们，就与我同岁首行。到年终，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经历平安，经历你的恩典。谢谢主耶稣，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是的，主耶稣，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与你亲近。我们是何等的卑微，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神你却拣选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来到阿爸父的宝座前来敬拜，来亲近。主啊，虽然我们在这里的人并不多，虽然外面的天气寒冷，虽然每一天世界转动得非常的快，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我们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但是在你的殿宇一日胜过在世上的千日，宁可在我的神家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保守我们有一个单单爱主的心，不论我们的年纪，不论我们的岁月，不论我们的年日，我们都要保持这一份爱主的心，直到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的日子。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拜当中再次敞开我们的心，将你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神儿女的心中，让我们靠主刚强壮胆，靠主重新得力。谢谢爱我们的父神，接受我们的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年最后一次的周六礼拜、青年礼拜的经文，是继续记载在罗马书第14章，我们要从16节来读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不可使你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好，那这是今天的经文啊。那今天牧师要在最后今年即将要跨入2025年。好，那这信息呢，跟大家来分享最重要的10件事哦。那如果让你在今年当中列出你最重要的10件事，你会把哪一件事情放的是最前面呢？好，可能现在你想的，跟你今天晚上回家，然后呢在跨年祷告，好，或是跨年当中所想的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在今年要结束以前，好，还有3天的时间，可以好好来思考这个题目：什么是你今年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先问你旁边的人，什么是你今年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什么是你今年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你有3天的时间，好，来寻找答案。而在2025来到以前，好，那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在2025，好，我们的读经灵修呢，要来写灵修笔记。我们一起说灵修笔记。好，你有笔记本的请举手。好，有在写笔记的请举手。好，谢谢。很多的人呢，现在可能都喜欢用手机，好，把你的事情通通都记在手机的 Google 的这个行事历上面啊。好，但是呢，笔记呢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好，特别这个不是用打字的，好，是用手写的，好，而且呢要眼睛来看着自己所写的字呢，好，所以牧师不是喜欢写笔记，好，但是我不是喜欢非得要把我的事情记下来，好，所以每一个月，好，牧师最喜欢用的是这个表。好，每个月好，这所有事情在这上面就可以一目了然啊！万一这本不见了怎么办？再买一本，好，不是前面要写电话，好，不见的话就会有人把你送回来这样子，好，因为呢，好，别人拿到这一本也没什么用处这样，好，但是这个灵修笔记呢，好，那牧师要鼓励大家，好，一起来做灵修笔记的功课，好，那我要分享这一段呢，也有写在我们的周报的第5页和第6页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写灵修笔记或是写笔记的习惯，好，可以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好，但是我们让大家还有提早的机会，好，在明天对不起，礼拜一12月31号，或是今天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好，你明天12月29号就可以开始，好，做这4件事情，好，第一个是读经文，第二个是挑经5件事情，挑经句，第3呢是写感受，第5是今日事，第4是今日事，第5是今日必啊。我们把这5件事情一起说一次：读经文、挑经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必。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会在我们的周报好当中会有每一天的读经的进度，好，灵修的进度。而这灵修的进度呢，我们会在周报的第6页，好，提供大家。好，虽然没有一个笔记本，好，但是有一个 page。这个 page 呢，就是一个礼拜份的7天，好，然后呢，让你在今天这个经文读完之后，你可以来写下，好，今天你想要挑选的一节，好，所以我们有建议你可以读，好，为了容易理解，可以读现代中文译本好的华语，或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台语，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而第二个呢，好，就是读完圣经，好，然后第二个是挑经句，挑完经句之后呢，开始写笔记，好，所以这里有三行啊，最上面那一行呢，好，每一天有一行，就是写下今天你读这段经文当中你的感受，好，很困难，不晓得，好，不懂，好，没有关系，就把你直接的感受写下来，或是你觉得上帝很严肃，或是觉得上帝不能轻慢不得的，好，要好好的来认识听神的话。就把你的感受用20个字以内，好，一句话，好，把它来写下来，让它呢能够记录你读到这段新闻当中的第一个意念或是领受。而第4件事情呢，就是今日事。
今日是代表着呢，就是在希望在你这一天当中，譬如说今天是12月28号，你希望在今天当中，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把它写下来。所以把你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呢，再来就是今日必，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希望能够在今日的结束以前，能够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即便没有完成，但是你是勇敢的面对，你是勇敢的接受挑战。所以这5件事情，让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第一个是读经文，第2挑金句，第3写感受，第4今日事，第5今日必。可不可以把它背下来？好，我们把荧幕按 B， 好，用黑，好，来按 B， 键盘的 B。这个好像是不同的播放。有，好，来大家背看看。第一个读经文，第2个写感受对，挑金句，第3个，第4个，第5个。好，再帮我随便按键盘。好，没有错。好，就这5件事情。每天能够用15分钟，希望你能够在1年的365天当中养成这个灵修笔记的习惯。相信呢，在1年之后，你会从这个你所写的金句当中，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啊。好，所以你可以做的，要么呢就是把这个周报带回家，每个礼拜会提供你1张，就可以写在周报上面。好，1年起来就有1本，或是你也可以去找一本你的笔记本，但是记得要有空格。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找一本每日新眼光，新眼光每天都有一个笔记栏，足够有让你写这3行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在这年当中，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跟你旁边说，在未来1年，让上帝的话成为你的祝福；在未来的1年，让上帝的话成为你的祝福。好，那每一年年底呢，牧师最期待的，就是等待各家的新闻媒体，来帮我们列出年度的10件大事啊。所以呢，今年的10大新闻已经在上个礼拜，很多的媒体都有列出来。好，那你去 Google 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好，那身为一个台湾人，你还记得在2024年台湾的10件新闻当中，你觉得会有什么大事呢？会在历史上被记下来呢？2024年被记下来呢？金华城，好，很好，命中1分，还有没有？棒球没有错，好2分，好还有没有？好，赖清德当选总统，好这个是某个报纸某个新闻的提供好，我只是举例，或是2月份有个金厦海巡就是这个台湾的海巡署去追中国的渔船好结果翻船，然后有人来过世还有呢，今年的 ETF， 好，知道这个新闻吗？好哇，大家追 ETF， 好，本来追得非常开心，好，结果现在到年底果然好命中，好，并没有真的有什么可以赚头好，还有呢，宝林茶室，还记得这个新闻吗？好，造成这个毒酿好，非常的意外。还有呢，花莲的大地震，几月几号？403，好，403大地震7.2跟921一样，好，那夺走了18条性命。还有在台中捷运、台北捷运，好，都发生随机伤人的事件。还有新青安的这个房贷呢，好，本来政府的用意好造成的炒房的乱象。还有好金华城，好金华烟云，好，那明年还会继续上映好，那还有呢，在今年的11月，好3个怪台好连发好重创台湾好，真的是很特别。好，那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好，就是林洋配好羽毛球的奥运金牌，还有这个棒球经典棒球赛的12强好的金牌惊喜不断。好，所以这些事情呢，好也可以将来都会在2024年当中被许许多多人所纪念，好，而也可能会在历史当中、维基百科当中，好成为一个历史的一刻。好，那身为一个地球村的公民，全世界有什么新闻好让你会在2024年记得呢？再来考考大家，川普当选，好，对，好，我们来看看。好，但是呢，好像没有川普当选。好，这一家是 TVBS。好，他写呢，台积电好，日本的熊本厂开幕。好，在2月份，哇，真的是塑造台湾奇迹在日本熊本。还有这个辉达好 ，NVIDIA 好，成为全球市值王在1年当中好快速的超车好，然后一路窜到最高。
然后还有微软的蓝屏大宕机啊，好，对这有印象吗？好，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在用微软，只用手机啊，好，可能没有受到影响。还有中国的习近平呢，面临了内外的挑战哦，好，即便川普没有当上总统，好，可是中国还是没有很好过。还有这个林玉婷的奥运金牌，好，奥运呢被霸凌事件。以色列、黎巴嫩停火60天，好，即便60天呢，好，还是没有得到平静。还有马斯克呢，靠谱啊，好，靠什么谱？靠川普哈，身价暴涨啊，还有大谷翔平50-50，好，50个全垒打，50个盗垒，好，破了大联盟的好100多年来的记录啊，好，在一个球季当中。好，然后川普啊，有川普遭枪击，好，而且能够回归白宫。还有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好，遭到弹劾的事件呢，好，这可能都是在这个1年当中这么多的新闻当中，我们可以去整理。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10件重要的事情，好，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个整理，好，在我们的台湾新闻、世界新闻，甚至在你的这1年的学习当中，你自己的新闻当中，你的灵修笔记当中，如果你有这个灵修笔记。今日最重要的事情，好，就可以从这里面很快的挑，好，什么是你在今年当中，好，可以好好的数算恩典呢？好，我们一起说一次数算恩典。好，你如果没有去数算呢，你就1年过1年，1天过1天。好，但是你好好的数算恩典呢，你就会知道，哇，原来每一天，好，上帝给我们供应这么多好的恩典还有祝福啊。好，那今年的最后一卷圣经共读罗马书。好，那罗马书呢也问了10个很重要的问题。好，那这个我们要按照顺序。好，那这几个问题呢，如果你能够回答，你就抓住了罗马书的重要的核心。好，如果你回答不出来的话呢，你就需要再次打开罗马书，好好的来读。我们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世界上真的有神吗？如果你的朋友、同事问你，你能够回答他吗？第二个问题，这个真的有神？这位神他公平吗？这位神公平吗？你怎么让你的朋友让他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公平的神呢？第三个，这个神如何值得让人能够相信呢？他说的话有重要吗？他说的话有算话吗？可以相信他所说的吗？第4个问题，神他如何对待作恶的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帝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呢？第5个问题，神又如何怜悯那些受罪的人？有的人是罪有应得，有的人却是活受罪。而上帝他真的去怜悯、关心、照顾到这些活受罪的人吗？我们在楼下有一个妇女躺在台北富邦的面前，我们常常最近这边看到她。好，天气这么样的冷，她就只能够躺在那边。那她一定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上帝真的关心她吗？或是我们上礼拜去远百，在远百台北桃园车站的门口，都会有人跪在那边，很多的人在那边乞讨，拿着一个免洗的碗，跟人家要钱。上帝真的爱这些人吗？好，那怎么样才是去怜悯人呢？还有，上帝如何管教这一些自义的人，或是管教这些靠自己想法而去任意犯罪的人呢？还有第8个问题，第7个问题，上帝有办法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吗？如果他可以拯救，他如何拯救？还有得救的人如何得救？他如何得到永生？还有上帝如何拣选那对的人？哪一些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什么是对的人？上帝拣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对的人又能够如何的影响这个世界呢？这10个问题呢，可能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来一一的回答，但是神都把它写在圣经的罗马书当中，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从罗马书当中去明白如何找到真神，以及到我们找到真神如何能够活出神所喜悦，并且进而能够去影响世界。好，如同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能够如何把这样的信心带到世界当中去影响身边的人呢？好，最近牧师在面谈很多的人，这些人都是准备要在明年的1月份要来受洗，他们报名洗礼。
好，那很高兴他们报名要参加，要洗礼，要受洗，或是坚信礼，好，要成为教会的一员。好，但是每个人都会，牧师都会问他啊，你为什么要受洗？或是你为什么来到迦南教会？这么多的教会你不去，你要来迦南教会？好，那我听到很多的故事，好，都让我看到哇，上帝很奇妙。好，那其中一个呢，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好，每一个都很特别。好，让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是住在我们中华路的邻居，好，那他今年已经50几岁了。好，那他从国小4年级就搬来中华路，好，大概在这个教堂还没有盖起来以前，他就已经搬来中华路，好，很近，好，离教会很近，过一个马路就到。而且他也读了桃园国小，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到任何的教会，一直到好他结婚生了小孩，离婚，小孩长大，小孩出国，结果小孩去了美国之后呢，好，听了福音，信了耶稣，然后就从美国打电话给他的爸爸，好，住在中华路的爸爸说：“爸，你要去教会，而且我已经帮你上网找了，好，你要去什么教会？什么教会？你要去。”哦，这个女孩呢，好，很担心她的爸爸，好，她的爸爸，好，也很爱她的女儿，好，就一开始只是说好，但是她女儿就一直打电话来：“你有没有去？你有没有去？好，你没有去，你要去，好，你要去。”好，但是她爸爸呢，好，不堪其劳，好，但是为了爱女儿，好，所以就去了。好，但是他说我不想要去那么远的教会，我就去最近的就好了，好，就是中华路上的迦南教会。所以他就2年前，好，就真的听女儿的话，就开始来教会。然后女儿又说：“爸，你去教会不够，你要怎样？小组，好，你要参加小组。好，什么是小组？小组就是要去跟人家讲话，好，你要去分享。好，所以这2年来呢，好，这1年多来呢，好，他就开始认真的参加小组。好，就这样过了2年的时间，好，其实他都很低调。好，那一直到最近我们上完这个 A1 初信造就的课程。他上完之后，好，他很确信的说，他要洗礼，好，他要成为基督徒，好，而且呢，这个他的女儿很特别，还说：“爸，你要把阿公带去，好，阿嬷带去，好，所以这真的是很特别，好，因为被上帝所拣选，上帝就可以使用你来影响你身边的人，好，跟你旁边说，上帝可以使用你影响你身边的人，上帝可以使用你。”影响你身边的人啊，好，所以当我们读了圣经，好，被神所拣选，好，你会发现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好，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呢，好，讲了3件事情，就是呢，上帝的主权，好，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好，我们一起来读第17节，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而在于圣灵所赐的公正、和平、喜乐。现在我们去吃美食，要开动之前都会先怎么样？祷告哦。现在我看到好像都不是祷告，还会怎样？拍照。拍照为了做什么？发文。好，还有呢，为了留念哇，因为记录这个感动的一刻。好，我们现在住在台湾真的很幸福啊！你可以吃到各种很用心制作出来的美食。好，这些食物呢，好，他们的食材，他们的整个烹饪呢，好，非常的用心。所以我们真的是哇，这个随便吃一个铁板烧也好，随便吃个卤肉饭也好，真的都是世界级的美食啊！好，身为台湾人真的是很幸福。但是我们在记录拍照那个感动的一刻的时候，好，保罗却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是只有记录你的吃、你的喝，哇，今天喝了哪个好喝的咖啡，好吃了哪家好吃的餐厅，让你的心哇食指大动，而是更在于圣灵所赐的3件事情，就是公义、和平、喜乐。我们说一次，公义、和平、喜乐。所以这3件事情都是圣灵所赐的。什么是圣灵中公义的事呢？在字典当中，对于公义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来念这个定义，请：道德上合理或正确的行为，这叫做公义。好，英文叫做 right， 或是 righteousness。好，就是一个义的事情、对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好，不论你是从道德或是行为好上面来看，好，是一个正确。所以英文很特别，这个 right is right。好，对的就是对的，就是义。好，所以这个 all right， 好，就是要让你的心思意念好都能够正确。好，所以 all right， 好，这个就是一个合乎义。但是我们在中文当中，好，不会用义好这个字，
但是在英文当中却是很常使用啊。好，所以但是你知道英文义所代表的意义的时候呢，好，这个我们就会期待每一件事都能够 all right， 好，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正确，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是对的，好，而不是好是只有我们所期待的。圣经对公义的标准，好，我们也来念，好，请。神自己在每一种属性、每一种态度、每一种行为、每句话语上的完全无瑕。再念一次，神自己在每一种属性、每一种态度、每一种行为、每句话语上的完全无瑕。好，这个意思更大了。好，就是，但是呢，这个 right， 这个义呢，公义呢，是跟神连结。当你跟神连结之后，认识神，知道神的属性，所以从你的最基本的态度、心思、意念，到你的态度所说出来的话，还有表现行为，还有在上帝所让我们读的圣经的每一句话呢，都能够 right， 好，都能够成为义。好，这件事情呢，很不容易。但是呢，这是圣灵中的公义哦，在圣灵当中的公义。所以我们读了新约，好，希腊文的公义，好，就其实呢，他在描述的就是这种公义是跟人、其他的人有关，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好，譬如说最近金华烟云，好，这件事件，很多人觉得公义，很多人说不公义，很多人说法官英明，很多人说法官是恐龙，每一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但是好，圣经已经让我们知道。唯有上帝是法官，只有耶稣是世界的审判者。好，不是公义不公义，好，是人自己说了算，或是人的法官能够代表完全的公义，那只是一个期待。但是呢，希腊文圣经上的公义是从与神的关系开始。好，这句话很重要。说，我们一起说，从与神的关系开始。你要活出一个 right， 一个公义。就要从与神的关系开始，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来写灵修的笔记？就是希望你能够早起15分钟，或是你早上起床能够有一段时间，或是你能够利用一天开始的时间，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先听神的话，然后呢挑经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一整天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跟神有关系。公义的相反是邪恶。好，请跟牧师说一次。公义的相反是邪恶，就是不公义，就是不义，好，就是这个邪恶。这种邪恶呢，不是真的是做坏事，而是一种严重的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所以不听神的话，好，不把神的话当话，也不理神，也不去尊重人，好，就是非常的自我。明明法官都说你有罪，他说我是清白的，我是无辜的。明明都找到了 USB 的证据，好，1500，还要说这个1500我不知道，好，我没有犯错，好，我不晓得，好，含糊带过。很多的人如果活在这样子的自我的中心当中，就与真理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要能够影响世界，我们要追求圣灵中的公义。第二个要追求圣灵中的什么呢？和平。好，我们一起说圣灵中和平的事情，圣灵中和平的事。和平，好，英文叫做什么 ？peace。好，那希伯来文呢 ？shalom。好 ，shalom。好，所以这个 shalom， 我们一起说一次 shalom。shalom， 好，我们会当成是平安。好，但是它本身就是和平的意思。但是这个 shalom 呢，常常是指一个人自己。或是一群人群体，或是代表一整个国家，好，整个国家一种平静安宁的样态。好，我们说一次平静安宁的样貌，平静安宁的样貌。所以从个人群体到国家，都能够有这种 shalom 平安。好，所以小至个人自己的内心，好，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家或是教会，大至整个国家到整个全世界。都能够有 shalom， 好，这也是圣灵当中所做的事情哦。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在罪恶的状态底下，那种自以为义，就会与神为敌。当我们开始与神为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内心没有平安哦。
但是呢，这种与神为敌，就是上帝要惩罚我们，好，上帝要追讨我们的错过犯。可是罗马书第5章说，当我们还在自以为义、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的公义。好，神的公义这个 right 好满足，而神的爱也向人来显明。所以因为基督他的牺牲，我们能够与神恢复和平的关系啊，这在罗马书第5章第1节所说的。好，所以请跟牧师说一次：耶稣基督为我牺牲，让我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有圣灵中的和平，有圣灵中的和平。好，所以和平这件事情，不是你觉得放空，和平这件事情好，也不是你安静自己的心好，然后在那边打坐好，在那边冥想。和平这件事情呢，代表的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很沉闷、很无聊，而是你知道神对我们说话。所以罗马书好，从第5章一路带领我们到第8章，让我们知道一个心中有平安、有和平的人，他会去经历神，而且他会知道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所以这是圣灵中的和平，圣灵中的shalom。有多少人好，你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和平与神亲近的关系呢？好，就是要借着圣灵，好，在圣灵当中来追求。好，而不是只有靠着自己。最后一件事情，圣灵中的公义，圣灵中的和平，还有圣灵中的什么？喜乐。好，我们一起说，圣灵中喜乐的事。好，圣灵中喜乐的事情呢？好，最近圣诞节有没有收到礼物？收到礼物有没有很开心？啊，这种开心呢叫做快乐，但是快乐来得快，然后去的怎么样？也很快。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不一定你要收到礼物，喜乐呢，甚至有可能按照圣经所说的五旬节的时候，信徒们被圣灵充满，然后有3000个人受洗，后来又有4000个、5000个受洗得救。当他们受洗之后呢，好，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家，拿出他们厨房、冰箱的东西，甚至把他衣柜的衣服拿出来分享，凡物共用，彼此相爱，每一天见证耶稣，赞美耶稣。圣经说，他们存着诚实欢喜的心来吃每一个饭。好，那这个有一个它的背景，好，我在这边先不说。但是这个喜乐呢，好，是一个分享的喜乐，是一个接纳陌生人的喜乐，好，是一个不分你我的喜乐。在你这一年2024年当中，你有没有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而感受到喜乐呢？如果有，你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在2024年当中，你有没有去把耶稣的福音好消息去带给一个人，或是去为一个陌生人为他而祷告，让他能够来认识神呢？如果有，你也不要忽略这件事情，因为在天国当中，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子的欢喜快乐。所以在2024年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好，甚至圣经说，你端一杯水，好，去给一个小孩子，好，在今年的夏令营当中，你去帮助了某一个小孩子，陪他一起祷告，或是给他一个鼓励，或是给他一个爱的抱抱，在天国当中，这些事情都是大事，而且是一个喜乐的事情，是一个圣灵当中喜乐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还没有去经历的，在2024年还有3天结束。等一下等一下出去之后，你可以去找一个陌生人，或是你可以好好的祷告。你还有什么人好是可以去跟他分享的呢？像五旬节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人一样，他们愿意去帮助人，分享上帝给他们的。还有呢，喜乐呢，也不是只有分享而已。在使徒行传当中第5章，这一群传福音的使徒带很多的人得救，可是呢，就引起了在公会当中，好，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当中的祭司长
文士的眼红嫉妒，就捉拿他们，好，甚至审问他们，拷打他们，把他们像这个市长一样，好，柯文哲一样，把他关起来，好，然后呢，好，一直逼问他们。可是这些使徒们呢，他们被抓去关，被抓去审问，被抓去鞭打。可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是心里欢喜。为什么心里欢喜呢？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就是他们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起分担耶稣的苦难。他们知道他们为正做的事情是为耶稣所做的，而耶稣才在短短的几个月前，甚至几个礼拜前，才为他们定死在十字架上。而40天之后，好，这个五旬节圣灵充满，而他们带着圣灵去与人来分享，让他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刚刚所牺牲所做的，所以他们想到他们能够分担耶稣的苦难，哇，他们开始莫名的欢喜起来。一般如果是我们被拷打，好，被审问，好，我们这个被人家羞辱，我们一定是气噗噗，好，气到不行，好，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但是一个念头一转，当这个圣灵来充满，他想到耶稣也是这样子，跟耶稣一样吗？哇，他整个就不一样，好，他就喜乐起来。所以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喜乐这3件事情，公义的事、和平的事、喜乐的事，都是圣灵在帮助我们。这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英文呢。好，请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food and drink, but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好，再读一次。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food and drink, but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所以这3件事情 ，righteousness、peace 还有 joy 都要在哪里 ？In the Holy Spirit， 好，神圣的灵、圣洁的灵，这是上帝的国临到。所以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降临，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灵当中去看哪边需要有公义，就要祷告有圣灵公义的事；哪边需要有和睦，就要在圣灵当中带下和睦；哪边需要有喜乐，就能够在圣灵当中带下喜乐。但是那个喜乐呢，并不是只有像搞笑天王这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哇，让人笑得很开心，不是。甚至刚才是像使徒行传当中，愿意分享帮助需要的人，甚至愿意为耶稣的名来受苦，愿意为了见证耶稣，即便受冤屈、受鞭打，都会有圣灵的喜乐。所以让我们再回来看，好，今年好新闻台好所列出来的10件台湾的10大新闻，好，这个虽然是几千票的票选呐。好，但是这样的票选出来，也代表了相当多的台湾人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但是当我们在关注台湾的新闻，或是国际的10大新闻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的是圣灵当中的公义。这些事情，你要怎么样去看出公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宝林茶室的这个毒酿事件？要怎么样避免还会有这个北捷、中捷随机伤人的事情？将来也有桃捷，好，会有桃园捷运，好，怎么样去避免？好，能够让这个 right 事情能够正确呢？或是在这个，如果你是科技业的，好，你是 Microsoft 上班的，怎么样避免好大当金？好，当机一次公司的股票，好就要亏损，好可能数千万或上亿哦。好，怎么样去避免把事情做好呢？或是如果你看到大谷翔平好的记录，或是看到台湾的这个职棒的球员，怎么样的能够拿到世界的冠军？他们怎么样 do things right and do the right things， 把事情做正确，以及到去做正确的事情。好，这个有很多的故事，好，牧师没有时间，但是希望我们是在圣灵中的哪3件？公义、和平，还有呢
喜乐、操练，每一天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我还写了一个迦南教会的10大新闻，要不要看？好，这个是牧师自己写的，你们也可以写你们自己。因为牧师今年年中上半年回到迦南教会，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迦南教会今年10大新闻呢，第一个就是迦南教会30年来，从1994年陈道雄牧师离开，到今年2024年，这样过了30年，第2次教会没有牧师。这30年当中，陈道雄牧师之后都有牧师，不然就有传道或是有看守的牧师、留任的牧师。但是第一次30年来，不是第一次，第2次，迦南教会空窗期，这个是不是大事？这也是个大事啊。那第二个呢？迦南教会成立59年来，第一次会有遇到分裂跟出走，这算不算大事？这也是超级大事啊！因为迦南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教会面临到分裂。第3个大事呢？迦南教会在6个月内，从1月1号，前任牧师团队在10月31号离任，到任1月1号呢开始没有牧师，但是在上半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聘牧、拣选还有就任，在5月26号都还没有到6月份，只有花不到5个月的时间，这算不算大事？这也算是大事。你也可以看出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如果不是圣灵在这当中来动工，还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很多人相信迦南教会会好几年没有牧师，还跟我分享迦南教会会有7年找不到牧师，很多人这样相信哦。还有我们迦南教会呢的经常费的奉献呢，一度降到20年来的最低新低就是迦南教会这20年来的奉献呢，都是不断在成长，都有一个水准，即便在疫情当中也保持一个水准。可是在今年2024，特别是上半年，迦南教会的奉献几乎是倒退20年前回到20年前。不过感谢主，我们在上个礼拜，在这个月，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式了。但是列在这边，就是说这是20年来的一个危机啊。我们的奉献，很多的奉献呢都没有在迦南教会啊。再来第5件事情，我们教会呢，也是成立以来，第一次一口气向我们的中会提出了3个议案。向中会提出了3个议案这3个很重要的议案呢，中会还没有处理完，但是这个议案呢也留下一个记录，是要追求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而不是在制造纷争。还有迦南教会，在今年一起开始共读从牧师就任的过1个礼拜之后，6月1号共读，一直到今天，然后到下礼拜2结束呢，总共是连续几天？214天连续214天，所以这也是迦南教会的大事。第7个，我们举办了59周年的户外感恩礼拜，总共报名580位，那去到了现场，也有将近这些的数字所以呢，这也是迦南教会的一个大事，还记得吗？那还有呢，就是教会呢成立了组织调整小组，透过组织调整小组有10个成员进行教会的改造，从6月份开始7月开始开会，8月、9月、10月、11月，甚至呢后来又把这个教会的部门还有基金呢，新设立的敬拜基金，还有牧养基金，让教会的各个事工经费运作更完善，所以在2025年这些呢都已经开始步上了轨道，也是感谢神，在圣灵当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所以这些事情开会有没有很辛苦？常常要开会，而且常常要绞尽脑汁，而且常常要准备很多的资料。可是你把这些事情都完成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哇，完成一件事情，do things right and do the right things， 做正确的事情，让教会可以上轨道。还有教牧团队、人事小组，还有圣乐总监，那这些事情呢，都是牧师所列举，心目中的迦南的10大事件。你也可以回去写你自己的版本，
好，但是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数算恩典，是上帝的带领。好，请接拜团来到台上。而在今年要结束了，好，那牧师也期待，好，你可以记录在你今年当中，或是你明年当中，你期待最重要的事情。好，那牧师期待回顾2024，牧师也很期待2025有什么样的挑战。好，所以我还记得在去年的跨年祷告会，好，牧师来到第一次离开之后，第一次回来迦南教会，好，分享的时候，分享2024的10件大事。好，2024的10件大事啊，好，就是今年，好，是全世界的，好，也包括台湾的这些事情呢。因为在去年的跨年祷告会，好，都已经拿出来祷告过了，所以在今年当中，好，你有一个引导，有一个引领，好，你不会觉得每一天每一时，好，是空虚无聊，而是你会知道，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有很多需要面对的，好，譬如庆祝台湾建成，好，台南建成就是台湾的建成400年，或是在这一年当中，全世界有60几个国家都要选举，好，台湾是第一场，美国是最后一场，好，而这些选举的过程当中，都有圣灵在动工。而我也很期待，在明年的2025年，你也能够去搜寻，好，去做功课，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那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川普要就任，他1月要就任，这个世界呢又有很多的精彩的事情要发生。而在明年当中，2025年，在你的工作上、学习上，或是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大事？你需要圣灵的帮助，而能够让你看见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呢？我们一起来读这3个金句啊。好，第一个金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国不在乎饮食，而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及喜乐。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国当中。牧师也很担心我们的立法院，好，这个选罢法的修改，好，通过之后，我们的这个诉宪法通过之后，我们这个财划法通过之后，可能明年对台湾会有很大的冲击改变。都没有人能够精准的去预测，但是有可能让台湾的国防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可能让台湾人可能遭受到很大的威胁。但是神的国是在追求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第二个金句，在罗马书的第14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同意见的，不要争论。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你不要想说是头脑不一样，是信心的问题。有人看每一天都是好，但是有人就说这一天很危险，这一天怎么样，这一天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帮助一个人能够有正确的信心，就是要建立跟神的关系。最后一个金句是罗马书14章的祝福的经文，我们15章祝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上帝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有各样的喜乐，有各样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一起仰望耶稣，为着今年献上感恩，也为即将要来的2025年迦南教会60周年，有各样的挑战，有各样的学习，有各样的功课，但是我们只要艰辛的依赖神，依靠神，在圣灵当中追求神所喜悦的公义、和平和喜乐，我们会发现未来的这一年会比今年更加的精彩。无论前方路有多长，不要忘记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是我帮助，在光中陪伴我前行。我生命中每个难处，每个亲爱的圣灵，你以能力，你以能力为我遮蔽，凭着信心走进圣境，在荣耀中经历
靠实力，纵然跌倒也不放弃。一起仰望耶稣，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残累，竭力敬拜，竭力快跑追随，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迦南教会经过59年来最大的危机，但是在神的带领，危机成为转机。你是否相信，在这转机的当中，上帝要继续带领教会，不论是迦南教会，是恩膏227教会，或是任何一个奉主的名聚集的教会，神都要拣选他们，神都要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体，来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2025年来祷告，因为2025年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一年，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掌权，神掌权在2025年当中，不论立法院的修法有多么样子的没有办法理解，或是美国总统就任之后国际的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或是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天灾或是人祸来到，但是只要我们明白相信神掌权，未来的一年是一个仰望耶稣的一年，未来的一年是一个更加有神的公义、神的和平、有神喜乐的一年。让我们用祷告来预备，用祷告来献上，一起仰望耶稣。我生命中每个难处，每个难处，你以能力为我遮蔽，凭着信心，凭着信心走进圣境，在荣耀中经历我主。一起仰望，哈利路亚，一起仰望耶稣，风雨中仍站立，不惊慌，不靠势力，不要惊慌，不靠势力，纵然跌倒也不放弃，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残累，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凭着信心走进神迹，凭着信心走进神迹，在荣耀中进我主。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在今年结束以前有一个思想的时刻，也在明年要来到之前，我们已经做了这样的预备，帮助我们能够从明天早上开始就来学习写灵修的笔记，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要开始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一天的祝福，在每一天都经历圣灵中的公义、圣灵中的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仰望主耶稣，也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临到。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来跟阿爸父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接下来要预备我们的奉献。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请起立。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伟大。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这一年中赐给我们的所有恩典。那，在这一年中，你也赐予我们所有的信实与慈爱，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愿明年的新的一年，你还是能继续让我们依靠你，然后赐下给我们更多的同在与保守。现在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将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都献给主你，愿你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在2025年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献上我们最盼望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在圣灵当中每一天经历神的公义、和平和喜乐，从今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要报告以前，我先来介绍。
我们要来郑重的介绍，我们有一对夫妻在我们当中，这个于安，黄于安跟他的太太，玉婷，许玉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他们在上个礼拜已经去登记结婚了，在12月24号，那要在明年呢，要在迦南教会来举办婚礼，好，所以我们来恭喜祝福他们，很年轻，虽然没有常常来听牧师讲道，但是他已经实践牧师的讲道，23岁就结婚，那他们已经认识了5年，然后从大学的时代一直到现在，那他们也都在工作，大学的时代，那也希望呢，这个和切加油，好不好？好，大家加油，好，跟旁边说大家加油了，好，请坐，请坐，好，来交给婕妤。好，不好意思，我没有讲到你的名字。大家平安，平安。我的音乐怎么不见了？想要问一下那个报告的背景音乐。好，现在是我们报告时间。那请问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呢？没有，好，没关系，我们跟左右两旁的人说。很开心，202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可以跟你一起聚会。很开心，202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可以跟你一起聚会。好，切换一下那个。切换。好，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报告事项就是1月4号，1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会是我们投影组的第一次训练。然后呢，当天我们是10点在这边，就是33号举行。然后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新的软体的进阶课程哦。然后欢迎对投影组有兴趣的人都一起来参加。好，下一个就是呢，哇，投影同工旁边坐着的就是音控同工，他们也要跟我们一样，在1月份来训练。1月11号也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在新堂举行。那训练的内容就是如何使用 OBS。请问有人知道 OBS 是什么吗？导播。好，你们都要来参加训练哦。好，OBS 导播机，欢迎对直播跟音控有兴趣的家人们可以一起参加。请问投影组的训练是几号？1月11号。4号。投影组是4号哦。然后音控组是1月11号。好，下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期待的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在明天的12点半到1点半。有1个小时的说明会，在本堂49号的2楼，欢迎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起来参加。那详情可以先看一下周报第8页，有那个我们的报名费，还有行程，不是行程，路线，给大家。12天要走21个城市。12天要走21个城市，所以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如果大家的经费跟时间 OK 的话，对，可以跟互助社赶快加入互助社的社员。好，那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我们会调整即在人在的会员跟所属的小组名单。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名单呢，可以到49号1楼的公布栏。那即在人在呢，就是你有在迦南教会受洗，然后也有固定稳定来聚会的人。聚会或奉献。聚会或奉献。奉献只有奉献没有聚会可以吗？有稳定聚会跟奉献。好，那2025年的第一次圣礼典也是1月的第1个礼拜5号礼拜天来举行。那1月3号礼拜5 7点半会在501召开小会，然后请已经报名洗礼的家人们于1月3号礼拜5的7点半到501，我们要举行问道礼哦。那就是大家很期待今年的跨年祷告会，12月31号就是礼拜2，当天10点半在49号的2楼举行。所以大家如果下班下课可以先回家吃个东西，洗个澡，再休息一下，再一起来跨年哦。好，再来就是我们的333祷告会，为财务蒙福祷告。我们明年1月1号的祷告会是暂停的，因为那天是元旦。那我们的这个333祷告会第一次会举办在1月8号礼拜3的7点半，在33号举行。那每个月会是不一样的主题哦，然后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3都会举办。那个礼拜就没有本来的祷告会，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叫333祷告会呢？
我猜应该是在33号礼拜三，对不对？哦，答对了，好，标准答案。好，太好了，好，希望大家共同来参加。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牧师讲到有说到我们明年的线上的圣经共读呢，到今年结束，然后明年会以灵修笔记的方式来进行。然后考问大家一下，第一点是什么？读经文。第二点呢？挑金句。第三，写感受。写感受。第四，今日事。第五，今日毕。今日最后2点最好记。好，大家要认真执行哦。好，再来是60周年纪念册全家福照片。邀请立煌相于1月29号礼拜三，就是新春礼拜之后呢，为兄姐拍摄家庭照做纪念。所以如果想要一同拍照的人呢，邀请你的全家人一起来做新春礼拜，然后之后要拍照。好，家亲小组在明天礼拜天的10点半，邀请子轩小组长在7楼做分享。分享题目是在教会中找到自己，祷告 VS 智商。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去听。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小组时间，请大家家亲小组到舞台的左侧，直直撞到新堂吧台的吧台空地旁边。好，好，我们出发吧。